大家好，歡迎收睇點解歷史。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炮轟瀋陽，吞併中國東北，建立咗一個傀儡政權滿洲國。嗰一年，國際社會發出咗幾聲微弱嘅抗議，然後乜嘢都冇發生。日本人嘗到咗甜頭，野心隨之膨脹。1937年7月7號，盧溝橋嘅槍聲一響，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日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橫掃華北、華東，半年之內就拿下咗上海同南京。中國沿海嘅口岸一個接一個落入日軍控制，中國對外貿易嘅生命線被一段一段咁切斷。就喺呢個時候，香港嘅地位驟然變得無比重要。上海淪陷之後，大量嘅物資、資金、工廠設備開始往南轉移，往香港呢個仍然掛住英國旗幟嘅自由港匯聚。抗戰期間，中國同外界嘅貿易有一半改經香港進行，中國銀行同交通銀行都將總部搬到嚟呢度。更關鍵嘅係，外國援助中國嘅軍火同物資，大量經由香港轉運進入內地，補給苦苦支撐嘅國民政府。香港一夜之間變成咗中國抗戰嘅經濟命脈同物資中轉站。與此同時，難民潮開始湧嚟。1938年10月，日軍喺廣東大亞灣登陸，20日之後廣州淪陷，數十萬驚慌失措嘅平民背井離鄉，帶住能帶嘅一切向南邊走。好多人嘅目的地就係香港。僅1938年呢一年，湧入香港嘅難民就接近50萬人，成座城市被撐到咗極限。九龍嘅街道上密密麻麻全部都係人，貧民窟喺山坡上不斷蔓延，木屋一間挨住一間。呢一波難民潮令香港人口急劇膨脹。1931年香港仲只有85萬人，到咗1941年開戰前夕，已經突破咗160萬，整整翻咗將近1倍。呢個係一座極為特殊嘅城市。行喺1941年嘅香港街頭，你會同時睇到兩個世界，一邊係着住西裝講住英文傾生意嘅洋行買辦，一邊係擔住個擔講住粵語叫賣嘅街頭小販，一邊係維多利亞港邊豪華嘅英式俱樂部，裏面有桌球室、有下午茶、有白人專屬嘅座位，華人即使係有錢嘅華商都未必能夠隨意踏入。另一邊係九龍深水埗嘅棚屋區，一家7、8口逼埋喺10幾平方嘅木板房裏面，啲細路喺弄堂裏面亂咁走，個煲裏面煮住配給嚟嘅米粥。兩個世界近在咫尺，卻隔住一條殖民時代畫下嘅無形分界線。然而，正係呢座矛盾嘅城市，憑借住英國法律體系帶嚟嘅相對穩定秩序，同維多利亞港天然嘅深水良港，成為咗成個動盪時代裏面為數不多嘅一片落腳之地。大量嘅資金、人才、技術隨住難民潮湧入，令香港喺戰前嘅短短幾年裏面經歷咗一次壓縮式嘅高速發展。呢度工廠林立，報紙眾多，電影院一間接一間咁開。有人喺呢一度一夜暴富，有人喺呢一度食咗上餐冇下餐。成座城市充滿咗嗰個年代特有嘅嘈雜活力，同埋對未來深藏嘅不安。香港熱鬧起身啦，但都危險起身啦。1938年廣州淪陷之後，香港嘅處境已經極其險峻。北面日軍駐紮喺深圳河北岸，同英軍隔河相望，距離不過1步之遙。東面台灣自1895年就係日本領土。南面日本喺1939年佔領咗海南島，從海上方向鏈住咗香港嘅咽喉。就咁樣，香港被日本勢力從三面包圍，成為咗一隻懸喺英國帝國版圖上嘅孤棋。英國人當然睇到咗呢個處境啦，並且心知肚明，呢隻棋遲早要俾人食。事實上，英國嘅高層早就將香港列為無法防守嘅地方。1940年，溫斯頓丘吉爾啱啱出任首相，佢對香港嘅判斷直接寫咗喺俾參謀部嘅備忘錄裏面。憑香港呢個丁屎大嘅地方，面對日本嘅全力進攻，根本守唔住，徵兵都係白白送死。但英國人又唔能夠就咁公開放棄香港，道理好簡單。如果英國宣布香港不設防，等於白送俾日本一張入場券，唔使打，對手直接就嚟攞啦。而且一旦消息傳開，成個遠東嘅英國盟友同屬地都會人心惶惶，覺得英國靠唔住。
於是一種奇怪嘅狀態出現咗，英國明知守唔住，卻要擺出一副守得住嘅架勢，既要做下樣，又唔願意真係投入太多。呢種心態直接導致咗香港防務上嘅根本性缺陷。從1937年起，港英當局確實開始加強防務，喺新界同九龍之間嘅山脊上修築咗一條被稱為醉酒灣防線嘅要塞工事。呢條防線沿金山、城門水塘、筆架山、獅子山一路蜿延，全長70餘里，沿線密佈碉堡、地堡同混凝土炮台。英國工兵花咗幾年功夫先將佢建起身。英國人估計呢條防線至少能夠擋住日軍半年以上，所以佢有個別稱叫做東方馬奇諾防線。如果你熟悉二戰歷史，一聽到馬奇諾防線，大概心裏面已經有數㗎喇。馬奇諾防線係法國人喺一戰之後傾全力修建嘅鋼鐵要塞，號稱攻不破。1940年，德軍根本唔去掂佢，繞道比利時從法國人冇諗到嘅方向捐過嚟，馬奇諾防線變成咗一條巨大嘅裝飾品。法國喺6個星期內亡咗國。香港嘅醉酒灣防線命運大同小異，只不過崩得仲快。更攞命嘅係，英國參謀部喺1938年就靜靜雞修改咗呢條防線嘅戰略定位，將佢從死守改成咗遲滯，亦即係話呢條防線從一開始就唔係真係要擋住日軍，只係要拖延時間嘅啫。與此同時，兵力配置一直捉襟見肘，按照設計，醉酒灣防線需要至少4個營嘅兵力先可以有效駐守。而實際上，成個香港嘅守軍加埋，亦只係13000人左右，仲要分兵駐守九龍同港島，能夠放喺防線上嘅本就嚴重不足。就喺戰雲越壓越低嘅1941年11月，一支援軍終於從遙遠嘅北美洲出發，橫渡太平洋趕嚟香港。呢個係2個加拿大營嘅士兵，溫尼伯榴彈兵團同皇家加拿大來福槍團，總計將近2000人，平均年齡好細，多數係啱啱應徵入伍嘅年輕小伙子，來自加拿大各地嘅農場、城鎮同小村莊。有人入伍前係做農活嘅，有人係啱從學校畢業嘅，有人甚至仲未嚟得切告別家中嘅女朋友就登上咗船。然而呢支援軍有一個致命嘅問題。佢哋大多數都未完成訓練，係徹頭徹尾嘅新兵。當時民軍嘅判斷係，日本短期內唔會主動對英國宣戰，將呢批加拿大人送到香港，一方面補充兵力，另一方面都係造成一種國際威懾。你睇，連加拿大都嚟咗，日本你睇住嚟辦啦。結果日本人話打就打，完全唔按民軍嘅劇本走。呢啲仲未學識點樣打仗嘅後生仔，直接被推入咗真實嘅戰場。帶領佢哋嘅加拿大軍司令羅遜准將係一位經驗老道嘅職業軍人。臨行前，佢對啲士兵講：呢個會係一次好有價值嘅海外任務經歷。冇人知道佢講嘅呢啲說話，好快就會成為最殘酷嘅反諷。1941年12月，日本大本營下令進攻香港，代號花開花開。第2章18日戰事。1941年12月8號凌晨，深圳河北岸，日本第23軍嚴陣以待。司令官酒井隆中將接到命令，進攻開始。就喺同一日，大西洋另一頭嘅珍珠港都俾人炸咗。日本嘅戰略構想係咁㗎，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令美國喺短期內無力干預。同時喺亞洲多線並進，拿下香港、馬來亞、菲律賓、緬甸，將成個東南亞同西太平洋連成一片，建起大東亞共榮圈呢個龐大嘅帝國版圖。呢一套組合拳，日本人計劃喺幾個月內打完。香港呢一路係其中一個拳頭。日軍轟炸機率先出動，直撲啟德機場。停喺跑道上嘅皇家空軍戰機仲未嚟得切起飛，就被炸到七零八落。嗰個係英國喺香港嘅全部空軍，喺開戰第一日全部報銷。與此同時，第38師團數萬大軍跨過深圳河，從寶安縣一側湧入香港新界。距離上任仲不足4個月嘅港督楊慕琦聽完前線報告，面色都青埋。制空權冇咗，守軍數量不足對手嘅1/4，援軍冇着落，
呢個就係佢面對嘅全部處境。英國人嘅防守策略係層層後設，邊境防線一觸即潰之後，守軍按預案炸毀深圳河上嘅橋梁，退往醉酒灣防線。守衛呢條防線嘅係大陸旅，由蘇格蘭營、印度拉吉普營等部隊運編而成。佢哋爬上山頭，佔據碉堡，準備死守。然而城門靈堡喺12月9號深夜就失守啦。城門靈堡係成條醉酒灣防線嘅核心節點，一旦丟失，防線就被從中間捅穿啦。當夜日軍冇從正面強攻，而係讓一支精銳小隊摸黑從山谷裏面靜靜雞攀爬上嚟，繞到靈堡側後方發動突襲。駐守嘅蘇格蘭營 A 連發現敵人嘅時候，對方已經近在眼前，幾乎嚟唔切組織有效抵抗。連長同排長被俘，守軍喺混亂中被逼後撤。呢度裂縫一開，成條防線就開始崩塌。12月10號，防線多處告急。旅長瓦里士准將命令蘇格蘭營反擊，蘇格蘭營營長拒絕，走出攻勢就係日軍嘅炮火，反擊等於送死。就喺雙方爭執嘅檔口，昂船洲嘅友軍炮兵試圖開炮支援，結果炮彈打偏，直接掟咗喺自己人頭上。B 連同 D 連嘅連長雙雙陣亡。與此同時，九龍城裏面嘅秩序都喺度崩潰。總警司向旅長報告，警察已經放棄九龍，街頭上到處係打住勝利有旗號嘅黑社會分子趁亂搶劫，局面已經失控。英軍高層做出咗嗰個痛苦嘅決定，撤退。12月11號深夜，大陸旅開始有序撤離九龍。12月13號，最後一批守軍乘驅逐艦渡過維多利亞港，九龍淪陷。醉酒灣防線號稱至少能守半年，實際只係頂咗3日。九龍淪陷之後，日軍隨即派嚟咗勸降使節，攞住勸降書渡海而嚟，喺維多利亞港嘅海面上掛起白旗。港督楊慕琦嘅回覆只有一個字 ：No。佢發表公開聲明，措辭鏗鏘，話香港守軍將堅守到最後一兵一卒。日軍於是改變策略，喺九龍對岸架起重炮，對港島北岸展開連續軍擊。灣仔、北角一帶嘅民居首當其衝，大火此起彼伏。12月14號，多處油料儲存設施中彈，濃煙遮天蔽日，成個香港島喺遠處望去，只係一座正在燃燒嘅孤島。12月15號深夜，日軍試探性渡海登陸，遭守軍猛烈還擊，被迫撤退。12月17號，兩連日軍敢死隊強攻北角發電廠海岸，被守軍殲滅。強行渡海2次都吃咗虧，日軍於是集中火力轟炸香港島嘅輸水系統。香港島嘅供水高度依賴輸水管道，主管道受損之後，多個區域相繼斷水。日軍仲喺何文田架起重炮陣地，幾十門炮日夜不停咁向港島北岸傾瀉炮火，成座城市喺炮聲、斷水、缺糧嘅多重重壓下，一啲啲被磨損。12月18號夜晚，北角一帶嘅油庫被炸中，熊熊烈火將維多利亞港嘅海面影得通紅。就喺呢度火光嘅掩護之下，日軍第23軍3個聯隊嘅精銳部隊出動啦。佢哋用特製嘅人力木筏靜靜雞推進，配合火船拖嚟嘅登陸艇，喺黑夜裏面靜靜橫渡維多利亞港。皇家海軍出動炮艇攔截，全部失敗。12月18號深夜，日軍喺北角至愛秩序灣一帶大規模登陸，駐守呢一段海岸嘅印度拉吉普營拼死抵抗，營長盧連臣中校率部沿柏架山道節節後退，終究寡不敵眾。日軍229聯隊突破海岸之後，迅速攻入西灣炮台，對守軍進行咗大規模屠殺。日軍登上咗香港島，呢個係成場保衛戰最關鍵嘅轉折點。12月19號，戰鬥喺黃泥涌峽達到咗白熱化。黃泥涌峽係連接港島南北嘅戰略咽喉，邊個控制咗呢度，邊個就掌握咗全島嘅命脈。守衛呢一帶嘅係西旅，指揮官正係隨加拿大援軍抵港嘅准將羅遜，佢係一位經驗豐富嘅職業軍人。上任嘅時候信心滿滿，卻只嚟得切喺香港留咗5個星期。19號清晨，
日軍以200聯隊從東旅與西旅之間嘅防線缺口插入，從陽明山莊一帶靜靜雞繞到西旅指揮部背後。羅遜意識到指揮部已被包圍，佢冇匿喺掩體裏面等待，而係親自帶住部下衝出去突圍，試圖打開一條山路。就喺呢場突圍戰鬥中，羅遜准將中彈陣亡，成為成場香港保衛戰裏面犧牲嘅最高級別民軍將領。佢倒下嘅嗰個山坡，後來建起咗一座細細嘅紀念碑，喺繁華嘅港島上靜靜矗立至今。黃泥涌峽嘅戰鬥極為慘烈，而且持續咗整整1天1夜。守軍同日軍喺山地叢林裏面幾乎係貼身肉搏，能見度極差。友軍同敵軍有陣時只係隔咗幾十米嘅灌木叢，炮兵無從發揮作用，一切只能靠步槍同手榴彈。加軍榴彈兵死死扼守渣甸山，打到日軍230聯隊傷亡慘重。嗰個係成場入侵香港以嚟日軍從未遭受過嘅重大損失。一啲加拿大士兵嘅陣地守到最後一粒子彈，先喺彈藥徹底耗盡之後倒下。但係最終日軍從缺口突破，黃泥涌峽陷落，兩旅之間嘅聯繫被徹底切斷，西旅陷入咗腹背受敵嘅絕境。接落嚟嘅幾日，戰局急轉直下，日軍拆毀咗黃泥涌水塘嘅抽水設施，香港島嘅供水徹底癱瘓，冇水，彈藥喺度持續消耗，守軍嘅處境一日比一日更絕望。12月20號，跑馬地同淺水灣失守，多次反擊軍告失敗。12月22號，淺水灣酒店被日軍佔領，一批守軍同平民被困在其中。英軍數次組織救援，都喺混戰中被打散。12月23號，島上除中環市區同南部赤柱之外，其餘地方已經基本淪入日軍之手。12月24號，戰火蔓延入咗灣仔嘅市街。槍聲喺熟悉嘅街巷裏面回響，商鋪嘅鐵閘上打出彈孔，牆角堆住沙袋。呢一座平日裏最熱鬧繁華嘅街區，變成咗巷戰嘅戰場。就喺呢一日，英國首相丘吉爾發嚟電報，向全體守軍致以聖誕祝福，並再次勉勵大家抵抗到底，堅持不降。電報寫得情真意切，卻冇提援軍嘅事。答案係冇援軍，從來就冇援軍。第3章，燭光下的行書。12月25號，聖誕節，守軍司令莫德庇少將走進港督府，帶嚟嘅唔係節日嘅好消息，而係一份無法迴避嘅現實。守軍已經彈盡糧絕，供水完全中斷，無法再組織任何有效嘅抵抗，繼續作戰只會造成大量平民無謂嘅死傷。楊慕琦沉默咗好耐。佢發咗最後一封電報俾丘吉爾，如實匯報咗戰場嘅情況，然後佢做出咗嗰個歷史性嘅決定。1941年12月25號下晝3點，港督楊慕琦宣布投降。當日傍晚，楊慕琦帶住一眾港府高層搭船渡過維多利亞港，穿過黃昏時分仍然彌漫住硝煙嘅海面，前往被日軍佔據嘅尖沙咀半島酒店。呢度係香港最豪華嘅酒店，此刻已經成為咗日軍第23軍嘅司令部，就設喺3樓嘅336號室。走廊裏面企住荷槍實彈嘅日本士兵，電力已經切斷，成個大廳只有燭光搖曳。楊慕琦喺嗰一片燭光下簽署咗行書。嗰一刻，香港淪陷啦，因為呢一日啱好係聖誕節，香港人將呢一日叫做黑色聖誕。自此，嗰段刻骨銘心嘅3年08個月正式開始。成場香港保衛戰從12月8號打到12月25號，歷時18天，又稱18日戰事。就喺投降令傳達出去嘅幾個鐘之後，赤柱半島嘅守軍仲唔相信呢個係真㗎，拒絕放低武器，繼續用炮台上嘅9.2英寸重炮轟擊日軍，一直打到12月26號先確認投降令屬實，放低咗槍。而就喺呢個聖誕節，赤柱嘅聖士提反書院裏面住住大批受傷嘅民軍士兵同醫護人員，嗰度被臨時充作野戰醫院。日軍衝入去之後，對其中約100名傷兵同護士實施咗駭人聽聞嘅屠殺。目擊者事後留低咗詳細嘅證詞，嗰個係戰爭中人性墮落到最深處嘅記錄，讀嚟令人不忍。成場戰役嘅數字係冷酷㗎，民軍陣亡2100幾人，8500幾人被俘。嗰批從加拿大遠道而嚟嘅年輕人，557人戰死，
其餘全部淪為戰俘，傷亡率超過50%。加拿大人後來留低一句話，叫 Remember Hong Kong， 記住香港。呢句話裡面有悲痛，有憤怒，都有對嗰啲本該有更長人生嘅年輕生命嘅沉痛哀悼。日軍方面陣亡706人，1500幾人受傷。香港咁細嘅地方，日軍付出咁樣嘅代價，係大本營事先完全冇預料到㗎。然而就喺大部隊放低武器嘅同時，有一小隊人冇投降。就喺楊慕琦宣布投降嘅嗰個聖誕節，約15名英國高級軍官同30幾名士兵，跟隨當時中國駐港嘅最高代表中國海軍中將陳策，登上幾艘快艇，趁住夜色同亂局，從香港強行突圍。日軍嘅巡邏艇隨即追嚟，快艇上嘅人喺夜間海面上且戰且逃。陳策中將喺交火中被擊中，失去咗一隻腳，仍然堅持指揮突圍。呢支小隊歷經艱辛，輾轉經廣東惠州、重慶，最終繞道緬甸抵達印度，全身而退。陳策後來因此獲得英皇授予嘅爵級司令勳章。喺一片投降聲中，呢次九死一生嘅突圍，留低咗嗰個黑色聖誕節裏面少有嘅一道亮色。香港歷史學家高添強講過，好多地方守軍都係彈盡糧絕之下先投降，甚至好多人根本唔願意投降。一啲英國指揮官嘅部隊傷亡率達到咗100%。一座不足1000餘平方公里嘅小城，用18日寫低咗足以令後人銘記嘅抵抗。但係咁漫長都更黑暗嘅噩夢先至啱啱開始。第4章3年零8個月嘅淪陷歲月。香港投降嘅第3日，日軍指揮官酒井隆喺彌敦道舉行咗佔領入城儀式。日本士兵邁住整齊嘅步伐走過九龍最繁華嘅街道，道路兩旁企滿晒被要求前嚟觀禮嘅香港居民。人群裏面有人彎低腰鞠躬，有人耷低頭假裝睇腳尖，有人只係茫然咁企喺度。彎腰嘅係為咗活落去，唔彎嘅有陣時會付出慘烈嘅代價。喺接落嚟嘅3年幾裏面，拒絕向日本士兵行禮，被懷疑態度唔夠恭順嘅人，隨時可能喺街頭遭到毆打，甚至被憲兵帶走，再都冇返嚟。1942年2月20號，日軍中將磯谷廉介出任首任日佔總督，香港正式成為日本帝國嘅直轄佔領地，行政名稱叫香港佔領地。港督楊慕琦被關入咗戰俘營，剩餘嘅英國、美國、荷蘭裔平民悉數遭到拘押，被押住喺街上遊行示眾。嗰啲喺殖民時代裏面高高在上，從未同普通華人平起平坐嘅白人，此刻成為咗階下囚。呢幅畫面喺香港華人嘅心裏面刻低咗極深嘅印記，對於英國人高人一等，不可戰勝呢個神話，算係徹底顛覆啦。日佔當局隨即開始對香港進行系統性改造，第一刀從名開始，大量街道、地區、建築被強行更換成日式名稱，連香港島嘅地圖都重新印過，舊名通通抹去。皇后大道變成咗明治通，德輔道變成咗昭和通。就連香港最高峰太平山都被改成咗香之峰。明治、昭和全係日本天皇嘅年號。第二刀斬向學校，日語被宣布為官方語言，所有學校必須教日語，每周至少4個鐘，成績唔好要受到嚴厲體罰。課本裏面塞滿咗歌頌日本嘅內容，大東亞共榮圈、興亞進行曲、日本嘅歷史同埋禮法。啲細路被要求將呢啲嘢爛熟於心。戰前香港有學校649所，日佔時期銳減到34所，學生人數從戰前嘅118000人跌到1945年嘅區區4000人，整整一代細路幾乎完全失去咗受教育嘅機會。日佔當局仲未收徵用咗大量建築，英皇書院、華人書院、拔萃南書院、喇沙書院，一所所歷史悠久嘅學校，變成咗日軍嘅馬廄、倉庫或者戰俘營。拔萃南書院甚至流傳住日軍在此行刑斬首嘅傳言，令成個九龍城嘅居民長期人心惶惶。九龍城寨都在此期間被夷為平地，因為日軍要擴建啟德機場，附近嘅數十條村落一律拆毀，幾十年嘅人家同埋宗祠就咁煙消雲散。然而普通百姓所受嘅苦遠唔止呢啲，最兇猛嘅一把刀係飢餓。戰事啱啱結束，
香港嘅糧食供應就幾咁崩潰。戰時嘅大量徵用、倉庫嘅破壞、物流嘅中斷，令市面上嘅商品一夜之間幾乎消失。客市應運而生，價格飛漲到令人 O 晒嘴嘅地步。一包米嘅價格係戰前嘅數十倍，一個雞蛋嘅價錢可以貴到尋常家庭幾日嘅口糧開銷。日佔當局實行配給制度，憑證領取食物，但配給嘅數量遠遠唔夠維持正常生活。有錢人家用金條換米，仲可以頂落去；冇積蓄嘅平民，只能喺市場上抄人哋抌咗嘅菜葉，或者靠住一碗淡米湯度日。飢腸轆轆咁等待，唔知幾時先會到嚟嘅解放。更陰森嘅一幕隨後登場啦！日佔當局喺1942年初推出咗一個名叫歸鄉政策嘅方案，聽起身溫情脈脈，好似係體恤民情，等大家回鄉安居。實際上佢係一場強制驅逐，理由係香港人口過多，糧食唔夠食，解決方法就係將人趕走。政府每月安排火車同輪船，將大批居民強制送出香港邊界，運往廣東。然而呢啲交通工具只負責將人送到邊界，之後嘅一切完全要各人自行解決。好多人俾唔起路費，只能徒步走。好多人根本冇內地嘅親人，無處可去。仲有好多人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已經3、4代冇離開過嘅家庭，被驅逐出去，等於兩手空空被拋入陌生嘅大地，前途茫茫。日本檔案裏面後來發現咗一份內部報告，裏面清楚咁寫到，香港有相當數量嘅華人根本無鄉可返，呢個政策對佢哋嚟講同送死無異。事實都正係如此，好多人喺離港途中死於疾病、飢餓，或者喺混亂嘅逃難路上遭遇暴力。啲細路同老人被逼同家人分散，喺陌生嘅路途上消失不見。憲兵有陣時喺街頭隨意捉人，唔理有冇攞到遣送通知，直接強行押解出境。學者鄺志文嘅研究用咗一個令人心痛嘅講法：日軍侵略香港，幾乎抹殺咗一代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到1942年底，已有60萬人被逼離港。到1945年戰爭結束，香港人口從開戰前嘅160幾萬人跌到只係剩翻約60萬人，足足消失咗100萬人。其中有人死咗喺戰場上，有人死咗喺饑荒同疾病裏面，有人死咗喺漫漫逃難路上，都有人俾人送入咗不見天日嘅戰俘營，喺營地裏面一天天咁捱住，唔知道盡頭喺邊度。被俘嘅民軍士兵喺香港各處嘅戰俘營裏面度過咗漫長嘅歲月。深水埗戰俘營、赤柱戰俘營、北角戰俘營係其中規模最大嘅幾個。啲戰俘住喺簡陋嘅營房裏面，食物嚴重不足，每日嘅口糧勉強維持生命，醫療物資幾乎為零。霍亂、痢疾、腳氣病、瘧疾喺正常社會裏面可以輕易治好嘅病，喺戰俘營裏面一條條咁奪走生命。日軍對戰俘嘅虐待有詳實嘅歷史記錄，強迫勞動、隨意毆打，喺戰俘面前當眾羞辱，乃至故意扣押本應發放嘅藥品。嗰2000個加拿大年輕人裏面，有557人死咗喺戰場上，仲有264人唔係死於槍炮，而係死咗喺戰俘營裏面嘅病榻上。佢哋出發時滿腔熱情，以為不過係去一個遙遠嘅熱帶城市完成一段訓練旅程。冇人話俾佢哋聽，呢一趟好多人再都返唔到嚟。第5章，暗夜裏的光。漫長嘅黑夜裏面，有啲人選擇咗燃起火嚟。1942年2月，就喺基谷廉介啱啱就任日佔總督嘅同一個月，一支游擊隊喺新界西貢一帶嘅山林裏面靜靜雞建立起身。呢支隊伍叫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最初只有200幾人，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新界嘅農家子弟、城裏面嘅學生、碼頭上嘅船員，仲有一批從英軍撤退時遺棄嘅武器堆裏面執嚟槍嘅普通人。到戰爭結束嘅時候，呢支隊伍已經發展到6000幾人。港九大隊喺西貢山區活動，定期襲擊日軍據點，破壞啟德機場，刺探日軍對華南同東南亞嘅戰略情報，令日佔當局始終無法對新界嘅鄉間形成真正穩固嘅控制。然而港九大隊做嘅最出名嘅一件事，唔係打仗，而係營救。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之時，城裡面困住一大批中國文化界嘅重要人物，周韜奮、茅盾、夏衍、蔡楚新、郭寶權呢啲喺內地家喻戶曉嘅作家、電影人同新聞人都因為戰前嘅抗日活動而喺日本人嘅通緝名單上，一旦落網，後果可以想像。啲組織者迅速行動。1942年1月9號嘅深夜，銅鑼灣避風塘嘅渡口邊，周韜奮、茅盾等20幾名文化人換上咗廣東鄉下常見嘅唐裝，挎住普通嘅小包袱，混入難民人群，登上事先安排好嘅疍家艇，喺夜色中靜靜雞駛過海峽，抵達九龍紅磡上岸。接落嚟係漫長而兇險嘅逃亡之路。日軍喺通往內地嘅各條要道上設置咗幾十道哨卡，逐一盤問過路行人。文化人士喬裝成難民，走小路、繞山道，遇到哨卡就扮出神情目睹嘅樣混過去。茅盾後來喺回憶錄裏面寫道，嗰段日子裏面最折磨人嘅唔係體力嘅疲憊，而係每一次接近哨兵時嘅嗰種窒息感。稍為一個不自然嘅眼神，一句回答得唔夠流暢嘅粵語，就可能令一切功虧一簣。最終呢批文化人士全部安全撤出，輾轉抵達內地。呢次行動後來被稱為秘密大營救，係成個二戰期間為數不多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群體展開嘅大規模營救行動，被寫入咗歷史。與此同時，香港地下仲活躍住另一支秘密力量。香港大學教授賴廉士上校喺香港淪陷後隻身逃到重慶，隨即建立起一個叫英軍服務團嘅情報網絡，喺成個日佔時期持續運作。服務團嘅工作五花八門，秘密向戰俘營輸送藥品同食物，協助戰俘伺機逃脫，收集日軍嘅軍事情報，護送重要人員穿越封鎖線進出香港。東江縱隊為呢個組織提供咗大量嘅保護同掩護。兩支來自唔同陣營嘅力量喺共同嘅敵人面前選擇咗合作。而喺呢一切之外，仲有數唔清嘅冇名嘅普通人。有人將食物靜靜雞遞俾戰俘營鐵絲網裏面嘅士兵，有人喺日軍唔注意嘅角落裏面收埋起應該被燒毀嘅書籍同檔案，有人用黑市上秘密流通嘅物資幫助無力購買配給糧食嘅鄰居撐過去。冇人記低佢哋嘅名，冇史書流傳佢哋嘅事蹟。但正係呢啲微小嘅火種，令呢一座城市嘅人心冇徹底熄滅。到咗戰爭後期，民軍都開始從空中對日佔香港施加壓力。從1944年起，美軍轟炸機頻繁空襲香港嘅港口、倉庫同軍事設施，打擊日軍嘅物資補給。然而炸彈冇眼睛，戰爭從來唔係精準㗎。有幾次轟炸嚴重誤中咗民居。其中最令人痛心嘅一次，炸彈落咗喺紅磡一所正在上課嘅小學，幾乎全部師生當場罹難。儘管如此，香港作家小思記錄低咗一個耐人尋味嘅細節。香港市民普遍對民軍嘅轟炸並唔反對，甚至歡迎，因為佢哋知道天上嗰啲飛機意味住呢場噩夢終將結束，漫漫長夜終有天明。第6章，香港重光。1945年8月6號，廣島一朵蘑菇雲騰上咗天空。3天後，長崎同樣嘅景象。8月15號，日本裕仁天皇通過無線電廣播宣讀咗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香港嘅戰俘營裏面，啲士兵先係長久嘅沉默，然後先係喊聲、笑聲，仲有人呆咗喺原地半日都冇喐到，因為佢哋實在諗唔起身。自由係乜嘢感覺？8月30號，英國皇家海軍太平洋艦隊喺少將夏慤嘅率領下，緩緩駛入維多利亞港。嗰個係一個晴朗嘅早晨，港口嘅水面喺陽光下輕輕波動，碼頭上早就逼滿晒人，有人喊，有人笑，有人揸住彼此嘅手，一句話都講唔出。3年零8個月，終於結束啦。戰俘營嘅鐵門打開，嗰啲骨瘦如柴、衣衫襤褸嘅士兵同平民行出嚟，有啲人企喺陽光裏面，好一陣先慢慢抬起頭，似係忘記咗光線係乜嘢感覺。香港嘅街道上，有人自發攞出咗收埋喺牆罅裏面、地板下、米缸底部嘅英國旗幟，嗰啲喺日佔期間若被發現就係殺身之禍嘅旗幟。
喺闊別3年幾之後重見天日，喺秋日嘅海風裏面展開。然而重光之後，香港並冇即刻變返戰前嗰座城市。戰爭留低嘅創傷太深，物資嘅極度匱乏，人口嘅大量流失，基礎設施嘅嚴重破壞，令城市嘅重建從第一日起就係一場艱苦嘅跋涉。好多家庭喺3年零8個月裏面散落各處，戰後重聚，發現已經缺咗人。有啲鄰居返咗嚟，有啲鄰居再都返唔到嚟，卻冇一個人講得清楚佢哋到底去咗邊度。9月16號，夏慤喺香港總督府代表中國戰區同英國正式接受咗日軍嘅投降。日本陸軍少將岡田梅吉將自己嘅佩刀雙手呈交，象徵住駐港日軍嘅徹底解除武裝。呢把刀係一個時代終結嘅標誌。然而呢場勝利係用極其沉重嘅代價換返嚟㗎。香港人口從開戰前嘅160幾萬人跌到咗60萬，消失嘅嗰100萬人裏面，冇人可以講清楚有幾多係死去㗎，有幾多係流落他鄉㗎，有幾多係就咁樣散落喺歷史罅隙裏面，再都揾唔到返嚟㗎。數以萬計嘅平民死於日軍嘅直接暴行、城市轟炸、饑荒同疾病，整整一代孩子失去咗受教育嘅機會。成座城市嘅經濟、文化、社會結構被打到七零八落，需要從廢墟裏面重新建起。戰犯嘅清算隨後展開，領導日軍侵佔香港嘅酒井隆，1946年喺南京被以戰爭罪行判處死刑，槍決。同年5月，從戰俘營裏面被釋放嘅楊慕琦重新出任香港總督。呢位喺嗰個聖誕節夜晚提筆簽下降書嘅港督，喺戰俘營裏面度過咗足足3年幾，親眼睇住昔日繁華嘅城市化為廢墟，親身經歷咗從帝國官員淪為階下囚嘅全過程。重新復任之後，佢提出咗一個令當時英國殖民體制頗為震驚嘅改革方案，試圖推動香港嘅政治民主化，賦予香港居民更多嘅自治權力，縮細華人同英國人之間嘅政治鴻溝。然而呢個計劃最終冇落實到，彼時國共內戰已經打響，香港嘅命運再次被懸置喺歷史嘅岔路口。楊慕琦嘅改革喺重重嘅政治博弈同官僚阻力下無疾而終。有人話嗰個係香港離民主最近嘅一次，然後窗口靜靜雞關上咗。中國詩人周韜奮喺嗰段歲月裏面留低咗一句話：飛機炸咗18天，太平山上見航旗。短短14個字，將嗰段歷史嘅全部重量壓縮成咗一聲長嘆。歷史唔應該被遺忘，嗰啲喺18日裏面流下嘅血，嗰啲喺3年08個月裏面捱落嚟嘅人，嗰啲未能撐到重光嗰一日嘅靈魂，都值得被我哋記住。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我哋下期見啦。